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礼拜早起会使看到大家，真欢喜吼，大家拢足欢喜的吼。有欢喜无？有。对，有欢喜就好。好，这是礼拜时间已经到啊，请大家安静咱的心，爱开始准备来敬拜上帝，请安静咱的心。
宣调，恁着阿罗耶和华，着伫上帝的圣所阿罗伊，着伫伊管理的宫墙阿罗伊。咱即是阿罗，请咱的敬拜团带咱用诗歌来敬拜阿罗主。感谢主，借着诗歌能够洗涤我们的心灵，进入与主的同在。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愿我们常在主里面，渴慕他得供应。方便的话，我们邀请大家一同站立，来大声的敬拜，将诗歌唱进我们的里面。第一首住在你里面。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再从头，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感谢主，何等有福！主耶稣称我们为朋友，我们常在主里面，
主也常在我们里面，靠着他结果子，彼此相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继续用感谢的心来敬拜。愿耶稣基督的爱常常激励我们，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再从头，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书读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请。
请坐。这时，咱做伙来念课印文，伫个旧信息38篇。我来客，请会众来应。我细数会讲人甲天使的音母。我细数做先知。我细数有招庇的信，到夜来移山。我细数尽所有会来进前，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高宽容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搭对镜在看，茫茫无明。我搭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好，请咱压头来祈祷。慈悲的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每一天的引带，互阮每天会使享受上帝同在的美好。虽然有时阮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毋过阮相信上帝你是全能全知的上帝，你会永远甲阮同在。即马有侪侪国家因为天灾战争，无人失去平安。伫咱台湾嘛有侪侪所在，因为这几天落大雨有灾情发生，求你怜悯，也求你互因有会使明白你的机会，会使来享受上帝同在的平安甲喜乐。若是阮中间有拄着病痛的兄姊，请你医治，赐互因健康的身躯，会使甲阮做伙来圣殿敬拜你，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即时咱请圣歌队来学录。
只是咱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15章50到17节。第5节我来读。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个，就结果子多多。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什物。人若无踮伫我，就受气杀伫外口，亲像枝煞枯干，人扣因迄落火就烧去。恁若踮伫我，我的话踮伫恁，既若所爱的，恁着求，就要互恁食。恁结果子多多，对安尼，我的爸得到荣光，也要恁，要成做我的学生。我有疼恁，亲像爸有疼我，恁着踮伫我的疼。恁若守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疼，亲像我有守我的爸的诫命，踮伫伊的疼。我已经用遮个甲恁讲，要互我的欢喜踮伫恁，也互恁的欢喜满满。恁着相疼，亲像我有疼恁。这是我的命令。人为着朋友献性命，疼无有比这个较大的。恁若行我所命令你的，就是我的朋友。打了后，我无叫恁做奴仆，因为奴仆毋知伊的主人会所行。若是我已经叫恁做朋友，因为我对爸所听见的，拢有甲恁讲。16节，毋是恁减我，是我减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伫地，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物，伊就互恁。我用遮的命令你，是要互恁相疼。以上免拍谱啊！好，接下来咱进度要请叶老师来为咱进度，伊的题目是“蒙主爱，遵主令，在主里”。欢迎叶老师，掌声鼓励。亲爱的姐平安。今天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是“蒙主爱，遵主令，在主里”，就是刚刚所读的那个圣经了啊。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因为你的大爱领导我们。主，我们求你的灵常常在我们心里，让我们遵行你的命令。因为我们遵行你的命令，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有平安跟满足的喜乐。我们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这用国语的哈，用国语来念一次啊。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我爱你们，不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藏在你们的里面，并且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的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能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今天我就用这一段来跟各位分享了。第一个是盟主爱。那左边这个图就是在一本书那个罗马书的注释了。后来我给那个瑞丰他那本书里面那个巴特就讲说，耶稣基督来就像一道光，切过了这个地球3年半的时间，然后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所以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是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知道上一次我分享的时候，就是说神是创造宇宙的神嘛。我们知道那个地球在这个整个银河系，神所创造的宇宙，就像一粒灰尘一样而已啦。地球就像一粒灰尘竟然神差他的儿子到这个世上来，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用这样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福分。所以那一道光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刚刚耶稣也讲说，他来就是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让我们也知道天国的事情，就是上帝所跟他讲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看一下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本来是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但是已经被迁移到神的爱子的国度，所以我们在那里呢，蒙救赎，得赦免。还有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讲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我们一想就是神创造这个宇宙的神，他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就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好，那因为我最近常常在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创造宇宙的神那么伟大的神，怎么会差他的儿子来，而且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让我们体会到神创造还有神的救赎那个大爱最主要是这样。再来说，我们蒙主爱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是我们刚念的嘛还有受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讲的。希伯来书讲得到怜悯啦，蒙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恢文写说受了，领受了。领受连续，然后得到恩惠。因为我们到施恩宝座前的时候，希伯来书讲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宝座前来。我们坦然不惊了，就不用害怕，就到施恩宝座前来。然后耶稣也讲说，圣灵来，他去的时候会差圣灵来，圣灵来会叫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被卖以前几天，他跟他的门徒讲的，然后说会有平安喜乐，还有富足跟尊贵啊，这在旧约的时候就讲了。旧约在箴言的时候就说，有富足跟尊贵，还有长寿，在它里面我们会得到丰盛的生命，还有永生的盼望跟荣耀。最后这个才是新约所讲的那个永生的盼望，还有荣耀的身体。所以有人问耶稣说：“你说死了以后复活，复活的身体怎么样了？”他说：“复活的身体就是有荣耀身体，那没有嫁娶了。”他有讲到，特别讲说没有嫁娶，但是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保罗因为被提到三重天里面，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所以他怎么讲？他说他把一切看成粪土了。所以他说犹太人求神迹了，希腊人求什么？求智慧了。他说他传的是什么？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道理。犹太人看为太改了，就是阻碍。希腊人看为什么？看为愚拙。但是呢，说神所愚拙的变成智慧，因为创造宇宙的神让我们
可以得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智慧的人。再来，我们就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第一个，他一直讲说彼此相爱，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彼此相爱哈。好，我在温柔教会的时候，常常他们就会讲了一句啊，讲一句说：“哎，你们不是都讲爱心吗？怎么你们都不爱我？哦，怎么都不爱他了哈？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喝酒还进来嘛，我就会不要他进来，会把他赶出去了。啊，他就会这样讲。我们说，哎，要彼此相爱，不是只有我爱你，你要爱我，彼跟此啊都要。哦，像他说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耶稣基督的命令。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了嘛。遵守他的命令的所吩咐的，就是他的朋友。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就是神的仆人嘛，所以耶稣也讲那些门徒都是他的仆人。但是现在耶稣已经准备要钉十字架了，所以他就说：“我跟你们讲这些的时候，你们就成为我的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啊，朋友知道啊。好，朋友，你说你要创业，你会跟朋友讲我要去创业，他就知道了。你要做什么，我会跟他讲。再来，为什么变成儿子呢？后来耶稣复活了以后说：我要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了。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嘛。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也变成神的儿子了，所以变成儿子了。所以在儿子里面的时候，就知道父亲他的意识是怎么样，他的意念是怎么样。所以他说还要常在主的爱里，一直在特别强调了，常在主的爱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把这个爱分享，才可以活出爱。再来，我们看一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讲，神的命令是什么？叫我们怎么样？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就信就可以得救嘛。信他儿子耶稣的名，再来照他所赐的命令彼此相爱，两件事情而已。信耶稣基督，照他的命令来行，彼此相爱。所以很多人会问说：“哎，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要做功德啊？没做功德，干没得救？”其实不是啦，因为神的爱先爱我们，我们把这个爱分享了，我们是把这个分享一点点而已啦。我在温柔教会那边分享信息的时候，常常这样讲哈。那个蚂蚁，我们看那个蚂蚁很多嘛，蚂蚁。蚂蚁会想说：“我了解人哦，我了解人。”那你听了会怎么样？蚂蚁怎么可能了解人呢？蚂蚁怎么可能了解？所以我们不可能了解神，只有神什么？神差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办法，要不然没办法。所以他说，我们只要信就好。所以好像蚂蚁只要相信就好。我曾经讲过，我看那个蚂蚁咱讲台语讲狗牙跟大饼啦，就蚂蚁会很多蚂蚁搬一小块的那个饼屑了。我看他要搬到那个洞门口很远了，我就把它拿到那个洞门口。那蚂蚁吓坏了，一直跑一直跑，我就给它放在那边。我就在想，神也常常跟我们这样做。我们以为那个是苦难，结果不是啦，神要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了。我们认为是苦难了，怎么突然有这个东西来拿走了我要的？其实那个是神的恩赐这样的时候，我们蚂蚁不知道人嘛，所以我有什么？我有人跟蚂蚁讲，人如果可以讲那个蚂蚁的话，跟他讲的时候就可以。所以我有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这些，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一些事情。所以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遵守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因为圣灵所以圣灵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所以耶稣基督在14章约翰福音14章15章的时候怎么讲？说他去了以后会差圣灵来，就是保惠师。保惠师来会什么？会叫我们明白一切他所讲的话，因为他听不懂啊。他说会复活，怎么听得懂？怎么人可能复活？所以听不懂。但是圣灵来以后，慢慢你就会明白，还有一切的奥秘了，一切奥秘。还有圣灵来会叫我们说得到真的自由，因为会明白真理，让我们得到自由。所以神知道神住在我里面呢，是因为他赐给我们的圣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爱他的心在我们得以完全。这是和合本啊，和合本讲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台语怎讲呢？台语讲哈，我们看底下哈，底下那个我用台语就说，哦，将来袂有人看见上帝啊，咱若三听，就上帝踮伫咱，也伊的听完全伫咱。不是我们爱神的心得以完全了，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完全相反的哦，是完全相反。神的爱，我们彼此相爱的话，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就显出完全，不是我们的爱心得以完全，爱神的心没办法完全了。像刚刚讲的，一只蚂蚁怎么说爱人爱到他完全的，没办法的。啊，这个是后来新翻译的就翻成跟台语差不多了。新翻译的换成这样，我们看一段影片了哈。干净一下，来，再给我水，再舀水。穿白衣服那个是依然师母啊，就是前镇恩德教会那边的牧师娘。他在倒水那个是我们恩德教会的执行长。这个，婚礼内面的，婚礼内面，婚礼内底啊。唔讲脏去啊。以后佫想要结婚啦。伊要送你去啊！你踮咧顶头袂使结婚，吼，踮咧顶头袂使结婚，对啊。啊，你来了吗？来啊来啊，来这。啊。哦，你带去哦。哦。这讲话的是谢冠雄教授，台大的教授。啊，亚洲天你来，来，我们一起那个麻烦你，好，跳跳哦。没有，他的脚其实是没办法，一只脚。好，推过来。一开始看到他就是另外一只脚。好，我们好，你那个把它固定，这个脚把它固定，记得把它固定。好，那个好，1、2、3，哇，然后我们。对，躺着。你躺着就好啊，哈。谢谢。好，谢谢你们。我们把东西收一下，这个全部垃圾全部装进去。好，可以了，可以停止了。刚刚这个影片是在前镇恩的教会啊，前镇恩的教会前面就是一个公园呢，就像我们那个龙江公园呢，还有很多人哦，很多人都会在那边下棋，还有一些街友啊。刚刚那一位就是，其实他是在那一边哈，他来了，因为他知道中午有东西有饭可以吃嘛，晚上也有。他来了，结果他不能动，全身哦，其实身体就长蛆了，因为有烂掉的地方就长蛆。啊，他到人家把他抬到那个地方来，那个玉兰师母跟那个英英看到以后，就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就出来帮他洗。啊，那个为什么谢冠雄教授跟那个吴教授他们夫妇啊，就台大的教授啊，他因为他创立了一个青年奖学金啊，因为很多青年人哦，他是没有钱，本来是说所有的大学都可以来申请，后来台大那边讲说。公立大学不用了，因为读公立大学的大部分经济情况都不错，所以就由优久大学联盟啊，大概都是基督教大学了，还有神学院去申请。那申请他给的奖学金其实是蛮优惠的啦，一个人哦1个月1万块啦，所以一年大概有10万到12万。啊，我在北文曾经听一位他讲到说什么，因为他母亲癌症嘛。啊，他爸爸不在了，剩下他阿嬷、他母亲还有他一个人要打三次还是4次的工了，打工了，分这3、4个地方。他说这一次这样，他申请到了以后，他可以少打2份的工。后来他就考那个财经方面，他好像读东吴财经，后来就考过证照。那一天他跟我讲说，他快要毕业了，因为他连续有2年给他奖学金。啊，刚刚那个就是带
谢教授他们带那些青年到高雄去，因为他规定要利用2天的时间住在那个附近，然后在恩德教会帮忙。他们就在前镇恩德教会刚好碰到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有些人讲说怎么会这样？啊，那个玉兰师母就帮他洗。其实我为什么没有给他看全部？因为看到全部，你等一下吃饭吃不下。因为整个身体都暖起，有蛆了，生痰了，有蛆，要帮他们擦洗。谢万雄教授他们夫妇，还有那个依兰师母，还有莹莹他们，还有那些学生，他们学生帮忙提水啊，因为要提水来冲啊。那个他有穿那个纸尿裤啊，纸尿裤那个大便都已经结疤黏黏的，那种鬼拢黏黏的，所以一顿帮因安尼洗。其实我看了，其实也蛮感动的啦，蛮感动的。就是那个前镇恩流教会在做的这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说，耶稣说彼此相爱，那个不是那么简单，除非有圣灵。要不然你说我们看到会吗？我看到我嘛是讲想讲行过呢，我嘛行过呢，那怎么会这样？或者说，要不然你进来能够洗你自己洗，他就会帮他这样。其实，在恩流教会，北恩也一样，北恩曾经也有这样中风的在那边，要上厕所没办法上啊，就拉了，整个都拉了都是啊。南港教会一样啊，那个失智的时候要去上厕所，找不到厕所，一大底下大几年呢，失智了以后找不到厕所，就拉下去啊。所以那个将这因小弟阿父啊，伊讲啊，你也不是阮三人，我逐工在给你洗，我每天要帮你洗，就整个整个身体拉下去了，要帮他洗啊。其实也是这样，后来就慢慢就习惯了。这首诗歌你若欠亏真失望，我就尽力来帮衬。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到你。第一个是你若失望了、缺乏了，我来帮助你。第二节是什么？我若拄到心烦恼，你就替我来祈祷。我遇到的时候，你要帮我。第三节我是用华语来写：你若心灰意又能，我要唤起你肉身。救主看见心欢喜，彰显实践主真理。显明真实探到你了。第四章做会读三听你我着面对，就会阳光归天白，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到你。这是在主里彼此相爱。在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一开始他出来传福音就传福音的时候，他到拿撒勒那个地方会堂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交给他的时候，他打开找到一处，就是以赛亚书写的。他那个地方怎么写的？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了，因为他用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怜。这是他彰显他是弥赛亚的时候，彰显他是弥赛亚第一次是这样。一出来传福音他就这样，所以福音传给贫穷人，这是恩流教会的宗旨了。福音传给贫穷人。再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第一个，被掳的释放，瞎眼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神悦纳人的喜怜。我们知道神悦纳人的喜怜的时候，那个安息年耶利米书曾经讲说，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守安息年。你们不守安息年。安息年怎么样呢？安息年就是说，那一年欠债都不用还了。被卖去当奴隶了，要让他回家。对犹太人、以色列人，同样犹太人来讲是这样，以色列人对外邦人没有，但是对犹太人这样。神跟耶利米说：“你跟他们讲他就70年没有。换句话讲，就是有490年没有了，因为7年才一次安息年嘛。所以他说，神悦纳人的喜怜。那个安息年的时候，耶稣来是要传讲这个。再来，当施洗约翰被抓去关的时候
司提反想说，这个不是圣灵降在他身上吗？不是降在他身上吗？他就是弥赛亚，明明那个印记非常清楚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弥赛亚还没有行他的神迹啊，还没有恢复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他被抓去关的时候，他就差他的学生去问耶稣说：“将要来的是你吗？说要来的是你吗？”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约翰，施洗约翰，就是什么？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耶稣第二次讲的，他没有讲其他，又是讲这个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所以耶稣后来还讲了什么？还讲说施洗约翰那个在天国里面最小的。说先知跟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了，先知跟预言到施洗约翰为止，但是里面天国里面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还要大有些人讲说施洗约翰没有进天国，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因为天国里面的人都看过，都知道耶稣复活，但是施洗约翰没有，因为施洗约翰问完以后，一下施洗约翰就被抓去砍头了，抓去砍头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是耶稣的回答，还是这一句话？还是这句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在耶稣所行的神迹就是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腿的可以行走就是这一些，还有让5000人、4000人吃饱，就是这一些了。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所行的神迹就是说，就是彰显他是弥赛亚，彰显他是弥赛亚。再来，最后耶稣的比喻在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怎么讲？最后那个比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以前，最后讲了一个比喻，他们就是讲说比喻了我认为那不是比喻了，那是耶稣的命令了，命令他告诉我们，他说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人他来的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会分绵羊跟山羊绵羊跟山羊，那个绵羊是什么？绵羊是在右边的是绵羊绵羊说可以进到神的国，神所预备的国。山羊就不行。那些人，耶稣就问他们就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进到你的国里面？”他说：“因为我于是往下右边的时候，你们就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做客旅，你们留我住；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那些人讲说：“没有耶稣我没有对你做过这些事情。”王要回答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是耶稣3次的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做的一些事情而且这个非常困难真的非常困难所以基督教传到台湾的时候，信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瘸腿瞎眼的经济情况非常差的，都是这些人去信但是信了以后，神有没有祝福？有神的祝福非常大你去看那个所有当医生的里面基督徒的比例实在非常多，非常多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是会忘掉这些神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变成中产阶级了以后，教会就变成中产阶级了。所以有一次那个李正宏牧师跟李岳牧师在讲的时候，他说他们教会，我说你们教会多少人？他说大概30-40个人都很好，我们教会很好大家很好李正宏其实很不客气跟他讲这样会得救吗？直接这样讲那个人吓坏了，那个牧师吓坏了，说怎么会讲这样？我们为什么不会得救？不是信就得救了吗？他就跟他讲耶稣的命令怎么讲？耶稣命令怎么讲？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命令其实非常严肃，也非常困难除非有圣灵。再就是8福咱台语讲心内颂扬人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那个其实那个有福气是在最前面的，就福气心内颂扬的人，福灾福灾。
邻里贫穷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哀动的、温柔的、饥渴慕义的、怜恤人的、清心的、使人和睦的，为义所逼迫的。你看这一些都没有说，都是渐进的。一开始你是一无所有，慢慢的你会非常哀伤，因为你一无所有啊。因为神安慰了你，天国是你的，得到安慰以后，你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就会得到神所赐的天国。再来，你饥渴慕义，读神的话语；再来，你变成为什么？会怜恤人啊。接着呢，你的情绪心肝，你的心就不会忧伤。再来呢，你就可以使人和睦了。再来，愿意为义来受苦，这些人都有福气。在主里哦，我们刚读的那一段，就是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多结果子啊！所以说，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有一位牧师，我看他怎么写，他说不是祈求成就了，是在耶稣里面多结果子的时候，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祈求神就给你成就了。因为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遇到难处嘛，祈求神给你成就那个时候那个果子就会得到父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我讲一下，我不知道上一次那个赖炳龙牧师我们来这边有没有讲过了哈。我曾经听他这样讲，他说他有到恩典教会去分享信息，他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刚神学院毕业，派到北港教会嘛，就有人把一个小孩抱来，要让他祷告了，说没法祷啦，医不好了，请他祷告，说听说那个牧师祷告病会好了，就那个是病入膏肓了啦，其实那个小孩快没办法，结果一祷告呢，隔天就死掉了，那炳龙牧师讲说神啊，你怎么会让我这样？我刚出来传道，祷告就死掉，他很难过但是他把那个小孩子那个才很小了我那一个人都在了那个很小，后来就帮他举行告别式。告别式以后，经过了大概1-2个礼拜那个母亲呢带着小孩，全家都来做礼拜，他们吓一跳，怎么小孩子不是祷告死了吗？你还来做礼拜？他说那个小孩子虽然死了，但是你们用大人的，那个时候其实是小孩子死掉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一个堂弟死掉以后，就用那个凊彩个定的就给提起台有用草球更来提台结果他还给他举行告别礼拜了，所以他认为说那个非常隆重，他们愿意信主了。后来他就信主，后来我听说那个后来再生了那个小孩，都在那个北港教会，后来读师范在教书了。我听说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怜悯的时候，怎么样来引导他一个全家的归主。我们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但是会多结果子。在凡属主耶稣基督的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结果子更多；不结果的丢在外面，扔在火里。这个在主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当然就会分享像活出爱，刚刚唱的那一首诗所以耶稣也讲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了。这是保罗特别这样讲，好人爱比给人提开靠福气再来平安喜乐。我们知道那个慈济也有用这一句话，施比受更为有福，因为那个正言上人他曾经去上过主日学所以他也知道施比受更有福。再来有平安喜乐，那这个可以感染别人的可以安慰忧伤的人，明白真理得自由，脱离辖制，破除迷信，永生的盼望跟荣耀因为耶稣说他已经胜过死亡，所以保罗说死亡死亡的毒钩你的毒钩在哪里？死亡的毒钩在哪里？因为胜过了。再来彼此相爱，见证神的爱，荣耀神的名。所以我们呢，我们常在基督里有基督馨香之气，彼此相爱，关心代祷，互相安慰扶持。
有圣灵同在，明白真理得自由，又有平安喜乐，享受在地上如同天上的生活，有永生的盼望。然后我们就可以分享见证。你如果体会到这样的话，你一定会分享见证了。就像耶稣医好了那个瘸腿的吧，彼得他们把他医好了以后，他说怎么样？他说走着跳着赞美神。那个生来瞎眼的吧，他不得不讲啊，那个拿撒路呢？拿撒路是不用讲，拿撒路不用讲，人家就知道耶稣让他复活了，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那时候法利赛人跟那些经学士那些说怎么样呢？说设计要杀害拿撒路。拿撒路我们看圣经里面一句话都没有讲，但是他见证了神的时候，那些人要来杀他。所以我们体会了神的爱的话，我们就会分享见证。咱三个来祈祷。主咱来拜阮的上帝，阮有一摆伫你的殿院敬拜落你，阮通过你的话，互阮知，阮得到你的听，创造宇宙的主宰耶稣基督的听。所以阮都会遵守你的命令，都会常常惦伫你。你会阮有丰盛的活命，阮感谢你，快速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叶老师，这是咱起哩，做伙来吟欧陆的诗，伫个信息522首《爱的真谛》，我们用华语来唱，请大家起立。这时，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对上帝的回应，请大家备办心，准备心来奉献。
上尾咱来上因信息398首，因诗了，请叶长老为咱祝祷。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常思想主的话语，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荣耀神，见证你的爱。主，我们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唯有你将圣灵浇灌在我们每一位身上，我们才能行出来。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浇灌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好，请报告。后礼拜有信纲的，请大家家己看，吼，请预备心。接下来是报告呢，今天有小组分享。首先，我们要欢迎新朋友，大家看，环顾一下四周。昨这个姊妹有来阮信歌队，伊对倒位来嘞？她从法国来，请欢迎新朋友，她叫贝雅。她是我们的新朋友，她是法国来的哦吼。不过你也在跟伊讲华语，你们硬要讲那个 English 啦吼，就那个法文也可以，她都通，吼都可以讲。然后待会有小组的时间呢，我们就邀请他一起参加我们的小组，欢迎你 ，Welcome。好，大家两面也在盖一康盖啊。不是在讲话语，他是法国留学啊。他在法国留学，Bonjour。哦，那里都有他在台大哦，他昨天就有来我们圣歌队，跟我们一起唱了一个晚上的台语歌。哦，我唔知影你到底听有啊听无，还是跟我同款啊听雷尔。哦，好，对他，所以他可以跟他聊天，他很好聊。应该是啦。然后今天下午原本有那个妇女团契的户外半日游，那因为最近天气不好嘛，然后天雨路滑，所以呢，刚刚那个彩梅老师就妇女团契决定说，今天那个半日游先取消，我们改在教会。原本用脚啦，原本要用脚出去外面走，那改成在教会用手玩桌游，好不好？就大家就妇女团契的大家，夫妇祭妇女团契就请大家一起留下来，在教会玩游戏吼。然后下一季的新眼光就是在招待的地方。我们在7月1号的时候，在7月1号呢，我们教会有举办社区关怀的福音茶会跟联谊会，请大家就为他们代祷，待会我们的时候也可以为他祷告。然后3月到9月的，如果圣经充满我已经写完的，就请带来教会。
有一个重要报告事项，就是8月16号星期六下午2点30分，大家还记得去年吗？哦，应该是1点30分，还好我有报告，1点30分提早1个小时哦，1点30分，在松花，就是去年一样的地方，全联楼上，很好玩吼。大家去年有参加请举手？哎呀，大部分都有参加嘛，吼，今年继续来哦，吼，嘛要请别人做伙来吼，楼顶招楼骹。对，吼。然后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有一起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为自己祷告，然后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为家人祷告。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为他们的身体健康来祷告。还有我们持续为我们教会的会友彩云姐，她现在还在住院当中，求主医治她。也为我们庄亲生、庄爸爸来祷告，他的身体也求主来医治，让他身体不舒服的地方能够赶快好起来。然后还有我们美女姐，这礼拜去开了眼睛白内障，恢复得很好，也一起为她来祷告。然后还有我们7月1号的福音茶会，让社区的朋友们能够来这个福音茶会，让他们更有机会能够认识福音、认识神。然后我们一起低头闭眼，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后，我们请叶老师带我们做这个阶段的祷告。主必天来拜，阮的上帝，阮个这摆伫你的殿宇伫遮来向你恳求，所以阮照耶稣所吩咐的，阮伫遮来祈求，所以阮当中年长的祈求你看顾，有身躯拄着欠安的祈求你医治，阮的每一个人伫你的听的面，灵魂体拢得到用行。阮特别为着庄青春兄弟、蔡英杰因住伫马街的所在，所以祈求你看顾保守医治，互因当有平安，伫遐来的心，伫遐来治疗，有照顾因的人也当得到你的听。所以阮也为着有人脑已经退化的，祈求你保守因。阮虽然退化，但是明白你伫因的心中迄个喜乐甲平安。所以阮将这个拢交在你的手中，祈求你亲自保守看顾，祈求你带领。阮感谢你，快速基督的名，阿门。上尾咱请信歌队为咱来唱祝福的歌，互大家来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信歌队，若是会众已经会晓唱的，会做伙唱。
平安，请大家来互相讲平安。